其实啦，汉语嘅拼音就像係我細時節學嘅注音樣誒，學嘅波破麼火之後，愛啲佢愛樣板調強下，韓國佢愛樣板發音。其實啦，呢一部分愛講嘅話，咩唔係一下就做得講清楚嘅，就像係我啲英文嘅 A、B、C、D 念到 Z， 我全部都知啊，唔過係講攞佢調起來我係每天會知嘅意思咧。講到當中我全部都會用嘅，唔過其實係一困難嘅。好啦，我老大家開玩笑嘅，漢語係屬於漢語七大方言之一。漢語嘅特色就係一隻字有一隻音節，係由聲母、韻母和個聲調來組成嘅。聲母就係我哋學嘅注音。韻母就得分到非常多嘅種類，就像係畫面上看到嘅。咩係兩下我老大家分享嘅，根據家下小幾多嘅漢語嘅5種強調，故所啲一片聲調嘅運用，每位有時嚟幫強用哦。對了聲母、韻母、聲調有興趣嘅觀眾朋友，我哋客家苗路學院沒有製作嘅漢語拼音嘅課程。呢度就有小幾多，有興趣嘅朋友呢，就得到客家苗路學院嘅官網和個 YouTube， 我哋有劉勝乾先生嘅試驗腔拼音課程，和個有莊美容先生嘅海陸腔拼音課程，本大家就得有很多專業嘅漢語拼音嘅小記哦。呢度很多有關客家話嘅基本字眼之後呢，接下來，我老大家繼續來分享嘅就係學習客家話，除了從細屋企有師太人也係屋企人就得來學習。又係講呢下教育部啲國小、國中、高中要推行漢語教學之外呢，係假使講唔想我自家來學習客家話，還有哪啲地方就得來學習呢？呢下就本我帶大家向下來看一下。還有哪條嘅網站嘅資源，就得幫我哋學習客家話，神奇又方便嘅地方，向下來看一下。